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7月20日，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时普同感。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23到125篇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123第2节。看哪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穆安德烈这样说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安静在神面前，让神来启示他自己，借着他隐藏而有大能的力量，显出他的同在，住在我们里面做工。真的只有在他个人的经历上认识神的同在和他的慈爱才是生命。哇，我们的神爱我们是没有分，他一样的爱。重点就在我们愿不愿意抬头仰望，我们愿不愿意用我们的眼睛来望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他，我们愿不愿意早上起来，早上天都会亮的，黑夜长了，天总是会亮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天亮之后领受神的赐福？神说啊，你的苦他都知道，他也很心疼你，问题是你要不要让他来疼你啊？意思说你要塞奶没啦？你哪知道说塞奶咱的主他已经想要帮你解决或带领你解决，因为他要的是你有个强壮的能力医治。但我们需要求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起来就是安静在神面前，让神来启示我们。我们愿不愿意？如果我们不愿意啊，真的也没办法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这几年这个圣婴现象气候是很严重的。但亲爱的大家，我们看台湾本来台风是很多的，但这几年很妙，哇，好几年几乎都是差一点这个旱灾，但这个下水量并不少可是我们看以色列，他们下水量的比我们更少啊。我们曾经应该说过有的人是到了很多岁，7、8岁才第一次看到下雨下雨的是不是他在睡觉，就是他根本没看到，就这么少，就这样。但我们在台湾出生1年1岁，你要没看过下雨的大概不太可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爱这世上的人，就在我们怎么接住神所下来的这个恩雨。神要给我们智慧，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抬头仰望，恳求神给他们智慧。我们居住在台湾的我们呢，我们要恳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存留在下来这些资源吗？有人说将来世界上的战争是会跟资源战争是有关，大家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音乐牧师不是说鼓励我们抢，而是我们若要得着先机，我们要有神的智慧，那么我们就仰望神吧。我们来结合一下这几天，我们今天来看看用很被神祝福这个阿嬷，我们做一个整理，一个小结。我们前几天一直说到这个阿嬷，后来她的儿子独生子，他做他公事发生一件事，波及到他个人以及他的家人，他们连夜还搬到这个别的县市去，以至于整个家庭就经济困难。本来是所有人当中
第一个有电视，第一个有房子，什么都是非常在这个顶尖的，一夕之间发生的事情。这个很神的这个阿嬷，她在那个谷底当中，她很知道她的生命被降在这个谷底里面，这个流泪谷她不会待太久，因为她知道她的存在有她的意义，以至于她知道透过每一天第一件事情起来就是来赞美这位神。他有限的人生，他要面对将来的是那永恒的盼望。神要在他有限的人生当中锻炼他的生命，他的灵魂。他知道将来他面对了，所以他在祷告当中，这存在意志就是让他知道，人要面对就是死亡、孤立，没有自由，没有意义。那怎样才会有意义？一定要在有限中与这无限的神来连接。所以他虽然没有读书，但他却能用北为例，每个人跟神连接，让他东山再起，而且是他自己哦，不是靠他的儿子。他儿子很有能力，但不是，是这个很神祝福的阿嬷来开始，他用神的话来建立他的人际关系，他怎么样子来发挥他的影响力，就是他把神的事当作他的事，还有他怎么管理这些比他读书多的这个员工呢？他怎么样调度这些资源呢？他自己经营哦，他的儿子媳妇都是读很好的学问，他没有，他自己经营，就是我的事就是神的事，而且他把每一个员工都当作是我们是共同的，不是我好就好，我要你们也好。这个在那个时代是很难的哦。在那个时代，老板是只要我老板好就好，员工我不管。不是，在那个时代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利他主义。这个他不只是其他的人个人而已，而是有这个大的这一位神，这一位先求神的国。神的国就是要把福音给传遍，要对员工做任何事情，我就是要像在对主所做。他从哪里知道？大卫怎么带领团队？当然了，大卫怎么带领他的家？他的家也是一团乱。当然这个阿嬷是最后，在他人生最后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也是一夜之间倒下来。他的儿子在外地，儿子跟媳妇他们都是有学问的，回来帮助他的事业。他才知道原来他的有限，他才知道他的家庭里跟大卫一样是需要经营。他因为独子，因为只有一个媳妇，所以跟一个媳妇关系是很不好。但神透过大卫怎么修复跟他家人的关系，在经文里面，他也这个阿嬷也透过祷告经文，他再次改变他的看法。跟这媳妇跟媳妇的娘家常常就是起冲突，但他到了他病倒下来之后，他知道他自己错了，于是能够跟媳妇有很好的和好。媳妇后来在晚年几乎就是因为他是独子，只有一个媳妇，全心照顾，全心照顾，很感人的。就是透过读经祷告，让我们不管几岁，我们都能够成长。不管几岁，我们都可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。很感谢神，透过一个不认识字的阿嬷，她的一生真的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学习，我们也要来成长哦。
好不好？我们也要来让主来改变我们哦，建立新的思维、新的视野，这是神应许给我们。有这么多话语，而且神跟我们讲，你发生的过的事情呢，这个你旁边的人也其实都发生过啦，他们被神所支持我们也要被神所支持，因为神一样爱我们。那些过不去的，神怎么帮这些属灵的前辈背走过去，我们也要将我们的事交给神，神要带领我们，只要我们起来赞美神。因为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早就倒了，我们早就被那困难的给淹没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常常来思考、来思想、来赞美，我们的高度就会够高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依靠我们的神，因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子民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就是围绕信靠他的你跟我，好不好？我们全心来信靠神，透过祷告，不只是诗篇来祷告，很多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，只要祷告读经，我们都可以被神来改变。因为你发生的事情，你的困难，每个人都有困难，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是这样被神帮助过来的哦。我们会被很深的同理好吧，我们来默想，在24篇中有这个弱，假弱的弱出现过几次，那它的含义是什么？对身为神儿女的我们的意义为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若不是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。主啊，若不是你帮助我们，当人来攻击我们被意外所攻击时，主，我们没有办法存活。主啊，若不是这一些我们的前辈他们所经历的原来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困境他们也都经历过，原来不是只有我苦哈哈。他们被帮助，主，我们也要被帮助，我们没有孤单。谢谢你透过超自然跨越时代，你透过你的话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被你来改变，我们有了新的眼光，从你的眼光看见新的力量，新的盼望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每一天都被更新，我们每一天都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有神的眼光，有新的眼光，有新的力量，有新的盼望。我们下次见。